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哥刘浩明。讲起披萨，相信观众朋友一定有食过。披萨虽然讲是我哋意大利的食物，但是今喺台湾的街头巷面，其实他个人如果看到有披萨店，尤其係最近我哋油烤的披萨來講嘅話，佢得到我哋台灣人嘅胃口。我哋今日又想到係來自我哋屏東內埔的初創的秘密披薩嘅我哋推理人，還有也人工來到我現場，我哋倡議今日來到我哋嘅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做乜嘢開嘅披薩店，同時有乜嘅特別嘅口味，係台灣人冇試過嘅，我哋馬上分享我哋初創地位秘密披薩嘅主理人，我哋楊順發出發來到現場，順發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乃係用順發，順發今日分享今日來到我現場，同時我哋話有啲人講，我哋啲個人強嘅後生咧，我哋呈現來到現場，呈現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王晨賢。今日可以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哦，因為其實披薩店其實在最近的台灣現在是大家非常常常可以看得到哈，尤其我哋的沙琪啦，我哋嗰度太太 CC 啦，有私人的啦，有連鎖啦，哈，全部都有。但是我想問一下主理人的順發哈，請問你當時為什麼想要開一個披薩店呢？那時候其實因為小孩剛出來，然後我們想說，要帶小孩去各種不同的餐廳去用餐，但是後來發現，有一些湯湯水水的餐廳並不適合小孩去做就口，然後再加上小孩其實是會東奔西跑的，所以我們想說，那我們就開發一個比較適合小孩就口，然後可能吃到一半，他們喜歡在旁邊逛逛幹嘛的，那我們就直接很好的讓他有披薩就口的這樣子的餐點。所以我們就這樣子的去從這個方向去做發想，然後就經營了這間披薩店。所以說，你的意思是說，你一剛開始是因為家裡面的小朋友有這個需求，對，所以說你想說，那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小朋友可以方便就食的一個算是餐點之類的？對。但是問題係講，一般人我們會找一個適合小朋友的空間，而不是去開一家店吧？對，因為想說，披薩其實很容易聯想到一群人聚會開心的場所，然後我們自己本身其實也很喜歡這樣子的食物，然後再加上小朋友的關係，所以因為這些元素，所以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去前進。可是這個成本有點粗哦。對，而且要投入的東西比較多。對。但是問題係我想問一下哦，你這個喺開業嘅店之前是做什麼工作？我之前是做資訊工程師，主要是做軟體開發或者是顧問、講師這樣子的工作。對。可是做軟體嘅工程師，然後更加轉來做餐飲。可是做軟體的工程師，甚至做顧問，轉來做餐飲，會不會跨行業跨太大？其實有一個核心的概念是說，我們要解決問題。那今天我要解決的問題有可能是工程上的，那我們就用工程的思維去解決。那今天我要開的是一家披薩店，然後是讓小孩很好的去就口，很好的去活動。那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去做發想跟解決。其實思考的模式是有點類似，然後資訊或者是說專業不足的部分，我們再去做一些功課去學習這樣。可是解決問題來講事情的主題，然後你的解決方式是不是去找一個披薩店，而是去開一個披薩店？對。咁問題係，你其實佢貼喺呢個一般人要開披薩店來講，我發現它不如前那喺大都市裡面，好，比如說比較住宅區啦，或者是北高啦。可是你歸貼喺前面點內埔呢？你那個時候為什麼找到？其實內埔還算是個蠻鄉下的地方，尤其是你那個地方還算是內埔的更，我們說人家說蛋黃蛋白，你那個是蛋白的邊邊，對，對，蛋白的邊邊。當初為什麼會找到內埔來？其實還是要回歸到小朋友，我們還是很想要讓小朋友在鄉下，或者是說在郊區裡面，讓他們去探索自然的環境。那其實在這之前，我們有去，比如說林後四林啊、六堆啊，其實他們的環境非常的棒。但是我們那時候其實有考慮到，就是要用餐的一些便利性。所以我們想說，一定也會有其他的家長跟我們有一樣的需求，他希望小孩可以奔跑，然後並且是就餐，用餐空間是舒適的、方便的這樣子的環境。所以我們其實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小朋友，一個是大人，然後再來就是餐點這樣子。
倒是没有错，因为其实观众讲有一啲安嘅地方，本身太人带生人去聊嘛，其实生人的可是在这时太人都可以大部分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认为你现在找的这个基地算是很 OK， 完全是符合你的想象的。对，其实这一块地，我们那时候一看，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很多个地方，但是这一块地是我第一眼看上，我就跟中介说，这一块地是我觉得最棒的。然后我们即便它是很旧、很有点凌乱，需要花很多时间整理，但是我觉得它的氛围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在解决环境的问题。然后在同时呢，我们也去学习披萨要怎么让它可以去做商业的运转，这样。可是我几时觉得请提哪些时间去找地的时候，你还不会披萨？那时候还不会，对，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个想法就对了。对，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在网络上去看一些披萨的学习，然后发现它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再去找学院去做学习，学习完之后再自己去摸索一些配方，然后到最后才成功的去做商业运转。那个时候店已经开了吗？那时候还没有，还没有开。可是地已经买耶，地已经买了。对，其实买地的同时，我们同时就有在进行披萨的学习了。嘿，对。可是等于说，我意思是讲，这样子做其实有点大胆，就是说，其实你也不见得知道说你地买下去之后，你披萨到底会不会成功，或者说你到底会不会觉得说披萨最后也不是什么很好的选择，说不定我可能开面店会比较好的选择。确实，之前有分析过这样子的问题，但那时候我们最初的想法，因为之前我的身份还没有转换，还是工程师的时候，我是可以在家里工作的，所以我那时候最差的想法就是，那我先窝在那边继续做我的工程师，然后再慢慢的去看这块地要怎么去做应用。是，冇唔错啦，哈，有地的时间，给我哋讲农沙做下用啊，如只是冇开店的方啊，至少嘛可以哈，摕几边好好来吃。咁剩下呢，你这个当初去也要算是我的店的时间，有想到讲，你是不是第一次听到他讲开店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刚刚有没有觉得一身冷汗？有嘞，好像很紧张，很紧张。如果没有成功就……对啊，没有成功就没有你今天这个工作。对啊，你其实我想去前面一条路呢。以前有做过相关的事，像因为马的相关的事啊，披萨店还有宵夜店。披萨店有宵夜店，嗰时你开始都同做传样嘅部分係有關係係咪？咁你幾時係我哋講之前的披薩店咪同現家披薩店咪有乜嘅差別啊？差幾多？以前呢，在澎湖是做給觀光客吃的，現在是內埔的話，大家比較要求就是真的要好吃，就是氛圍要好也要好吃。這邊要求比較高。嗰時講個澎湖有名嘅幾家店嘅地方，其實睇下一路地啦吼。嗰時睇見我哋講專門做觀光客啊，同時而起碼幾個嘅披薩店啊，同幾家披薩店嘅，講做一啲人工嘅形態冇同樣。對，不一樣。如果在觀光客多的地方的話，需要比較活潑一點。在這邊需要拿好的服務，就是要給客人最好的服務，就比較不要最好的服務啊。就是我們在送餐的時候都要檢查那個盤子有沒有髒髒的，有槍冇，還有餐具有沒有髒髒的，對，要給最好的。但是問題係講，因為頭先我哋呢選法有講到講，其實也係一啲佢分養太人帶住生意嚟叫下來搞嘅地方，同時一方面示範，一方面生意嚟可以睇嘅走來走去啦哈。可是生意嚟走來走去一件事情，對員工來講啊，反而變成一個困難的事情。對。就我們如果端盤子的話，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因為都還蠻燙的。對，還有上菜的話，就要不能放在小孩子的面前，就不能他們拿到，這樣子就很危險。對，生意的一些事，嗰個對於員工來講嘅話，路邊要注意生意的部分。但是我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很特殊的，就是說你沒有用老闆這個名詞，你用一個叫做主理人，好，主理人。為什麼會用主理人呢？因為我覺得，如果是老闆的話，可能整家店的 focus 都會在老闆。但是我覺得我是經營一個團隊跟一個品牌，我必須要照顧好這個團隊跟品牌，不要把個人的色彩帶得太重。可能是之前
工作的关系，因为我待的企业都比较大，那些大企业他们其实很在意的是企业形象。然后我觉得，即便是乡下的小店，也应该要有自己的形象跟个性。所以我想说，那我们就是先塑造一个这样子的品牌，让大家知道，草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披萨的品牌，然后它带出了哪些个性跟特色，很容易可以联想到这样。对，所以说你当时的一个经营的理念，也就是希望说，它未来可能会朝向一个类似企业化的方式在走嘛？对，其实目前我们都还是用企业化的方式去管理所有的人事物，即便我们是刚开始，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沉淀那些知识，然后到后期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喜欢乡村老屋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有慢慢的再去观察，周遭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场域可以做类似这样子的经营。那题目的话不一定会是披萨，因为我们还是很注重客人来店的感受，跟他们带了哪些愉快的心情回去，这样。我还没可以让人讲，其实你想要做出来是一种餐饮跟顾客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那餐饮的内容可能就不见得是披萨，披萨以现在来说，披萨是你的载体没有错，因为其实但是你们的 menu 里面其实除了披萨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其实你希望经营的是怎么样去开始重新去塑造一个餐饮业跟顾客。对，一种新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对，其实披萨的种类有很多，但像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南意的披萨。那其实像罗马披萨，它也是很美味的。我一直很想要尝试这个题目，可是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有机会我们有第二个点的话，其实我们是想要从事像罗马披萨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风格的披萨给大家。嗰種一種新的傳揚風格來講啊，其實對台灣來講，會慢慢地驅動人去嘗試一種新的無窮的方法。首先後，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程睇內容。歡迎過來，福起來耶！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內埔的草叢地堡的秘密披薩的主理人，我哋孫發，還有也員工，我哋剩下嚟到嚟現場，同人分享講，當初中華喺內埔嘅地方開啲披薩店。我想問一下孫發吼，因為其實頭都有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唔係喺對苗栗方一開始學習我哋披薩，但是因為披薩這種東西，它意大利這個要求得很嚴格嘛，哈，你講，譬如講拿坡里，你不可以這樣子做，然後告訴我說它是拿坡里披薩，而且同時以外有認證的部分，那一部分就是說有關於披薩的學習的部分，你有曾經去拜師過嗎？其實，在拜師之前，我們是自己靠網絡去學習，但是我們發現網絡上很多細節是我們不知道的。你可能照樣的去做出來那個樣子，其實不是我們。對呢，為什麼啊？對，因為它沒有讓你知道一些後面的理論細節，所以你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找，台灣有沒有就是正統的拿坡里披薩的學院。然後就讓我找到有意大利原廠授權在嘉義的一個學院，然後我就報名去學習了。然後他那時候是從麵粉的組成，然後一些餐飲的理論教我們怎麼去做，然後為什麼可以發酵成這個狀態，以及它的溫度啊、時間要怎麼去做配合，然後再來是讓我們有一些實作的課程去做。然後一直到後面學完了之後，我們才有基本的概念，可以帶着這樣子的經驗再去做新的學習，對，然後再慢慢的研發出這些味道。嗰種等於如果以算是本的入門的方式，對，就是說什麼叫做正統的拿坡里披薩，好，它的大小也好，它的麵粉也好，然後它的烘烤的方式也好，對，可是然後學完之後，他會給你配方嗎？或者是說他會給你一些基礎的？譬如說，拿坡里最典型的披薩的口味什麼之類的嗎？他會給我們配方，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到意大利的話，你會發現100家披薩店，他們的味道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差異。原因是因為披薩師傅對於每個味道或者是火候的掌握，都有他自己的個性，所以
学院的配方可能不会适合在我们的店里出现，因为可能环境也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在经过大概半年左右的摸索时间，才找到适合内埔的发酵方式，然后跟它的烘烤方式等等这些参数，才有办法展现出这样子的内容。以的当初本来的一种发酵的方式发酵的时间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因为对于女仆的讲法，因为女仆算是有一点湿啦。有一点我们湿度算比较高一点，然后又过热，可是可能对于人来讲，因为按你环境每个规好发酵的方法，同时讲，那对于意大利来说，好了，我们常常会说，假如你上面放了凤梨的话，两国就要战争了。可是老师有没有说千万不要在上面放什么东西？其实老师有强调，意大利人真的不喜欢在披萨上面出现凤梨，但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传统，就好像台湾可能不喜欢在卤肉饭上面放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意大利他们没有说什么禁忌，只是说因为意大利的食物上不能去放水果，他们认为水果跟主食是有冲突的，所以凤梨这件事情是他们很强烈的排斥的。可是，在今年的1月，意大利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披萨师傅，他开始放了凤梨，但是就开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争议，对，就是说这个披萨师傅不照原传统的做法什么的。对，就还是会有一些争议。可是等于如果最基本啊，水果摸标，水果类的不要放上去哦，不见得是凤梨，然后我想莲雾大概也不行。对，不行。好，反正都摸一标。但是今年其实带来现场有几道就上面几贴配的一个披萨，我还没想下的呢，剩下同我们说明一下讲，基本上带来的披萨，以黑马个披萨同时有马个特色。好，第一个我们的那个。上面有酱的是咸猪肉口味，然后我们里面是放起司加洋葱、巴沙米可醋酱，那是灵魂，那是我们咸猪肉口味的灵魂。当初弄上啊不用含猪肉哦，其实咸猪肉是小时候我家是菜饭，然后隔壁是一家猪肉摊，然后那个猪肉摊的阿姨，她其实对于挑猪肉这件事情非常的在行，然后他们自己也有研发自己的咸猪肉，所以然后也是卖得很好。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结合以前长辈留下来的味道，让这个披萨有机会呈现出这样子的好味道。然后再来这个话是因为客家村嘛，所以咸猪肉也很符合客家村的一个特色。但是我觉得其实比较特殊的是，上面居然放巴沙米克，为什么？其实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试味道的时候，一直觉得好像还少了一个味道去跳脱出去引出它的特色。然后那时候其实连巴沙米可醋我们至少也试了5-6支有。巴沙米可醋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比很深的学问，因为它也有一些熟成的时间啊、发酵时间、甜度、浓度这些。那最后我们就找到最适合的这一个方式。可是等于你讲，其实像亚威伊的组合地步，也是用到算是我们贵菜体的食材。同在第一种做法，但是以其他的配料全部其实算做法嘛讲，妈妈黑其实算是意大利啦，某路讲的外国的一种做法，都在后生嘛。阿明古是崩宽，可是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它就是上面就是一个我们的红酒醋。对。那它最主要的是希望说整体的感觉是怎样呢？其实会有一点酸甜综合的那种味道。对。我问一下，为什么它的饼皮是那么的薄啊？其实意大利他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很高温的环境下去烤90分钟，它跟美式的披萨的做法很不一样，所以而且我们是手拍皮，所以会有一些薄厚不一的厚度会保留在边边，然后中间主要是馅料区域，那这样子才会有那种软湿的口感。因为其实饼皮的味道没有那么的重，可是它的软度，就是说它的那种韧性其实是很吃得到的，可是真的就是你馅料好不好吃，一览无遗。对，尤其是刚刚你那个帕萨米克那个给算是凤酒翅那个米头，其实是贵重。其实讲到凤酒翅呀，因为其实阿明古鲁卡嘛有买的凤酒翅嘛，常常在吃个米奇木的时间，如果加凤酒翅，我妈妈讲，你给我米奇木哦。对40分也变成50分有意外，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让我们家也有红酒醋，我们家有时候吃那种米苔目的时候，面趴板我也会加红酒醋，那个味道会跟台式的醋是
不大相同的，会有一个异国的风味。对，没错。刚听烟哦，我那里面看到个红红的一盘，那红红那盘是什么？这个是沙拉米，沙拉米是意式风干腊肠，就是上面红红的一片一片。对，然后是带下黑马的番茄酱。哦，番茄酱，可是我其实算是比较传统的意大利式的风格的一个披萨。枫浆。那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吃到最道地的意大利风味，是不是？对，同时呢，其实有一些客人他喜欢的味道是比较重的。那意大利的沙拉米它的味道算是比较重口味的，所以我们想说那也做一些意大利当地的重口味分享给大家。然后刚刚有提到凤梨嘛，其实它加上凤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夏威夷口味的披萨。对，是，但是我们讲了唔多尴尬哈，怕会引起两国的战争。可是从沙拉米来讲，发现你这个作为还是去买的。这个其实是买的，因为我们知道的这家厂商，他其实也很，他因为肉品呢，它进到台湾会有一定的规范，所以这家厂商其实他是在拿在地的食材，然后用的意大利的方式，它真的是风干的是15天之后才开始出货给下游的消费者。跟以这个的米头，它自己的味道也是比较配合意大利那边的味道，还是比较配合像台湾这边的味道？它其实是拿台湾的原料去做意大利的风味，这样。可是等于说，它其实吃起来还算是比较属于重咸的那种腊肠就对了。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人家贵到台资的观众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没做过暗行。我们自己就不会做的那么咸，可是意大利本身呢就做的很咸。其实还是要看各不同食材的风味。像这个的话，以我们店里，因为是小朋友为主的餐厅，所以我们还是会想要以清淡类型的为主。但是有些家长还是成人，他还是比较习惯在重口味上。我们说，尤其是像那个腊肠上面的油脂，当它融化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的。对。那贵特别那个你要不要有点巧克力口味的？所以你看，这么我有巧克力口味的。因为我们咸的吃完可以做甜点。好。可是问题是讲，那种有巧克力口味的话，应该也可以涂果酱吧？因为果酱它烤上去的话会不适合啊，我早烂。可是像巧克力口味的这样的开发，是当时真的是为了做甜点而来吗？其实巧克力口味也有在挑战意大利人的底线，因为其实饼皮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我们的米饭，所以我们的米饭做成甜的，其实是有点在挑战。对，没有错。但是因为在配方的调整上的关系，我觉得我们的面皮很适合涂一些甜的酱，所以我们想说那就拿1-2个口味来做甜点。对。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想说，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我拿我们的面皮去涂上甜当甜点，那在烤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想把它烤得酥脆一点，有点是像巧克力饼干的感觉？其实它有2种风味，一种是软软的，就是其实每次的饼皮发酵的状态不一样，有时候你可能会尝到很脆的口感，然后有时候你会尝到比较 Q 软的口感，那这其实是取决于发酵状态。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做甜披萨的时候，会刻意的把它弄成比较脆一点的。可是会有一些状况是它的卖相就会相对的不好，对，因为很容易在操作的时候就破掉。我一切的也是有可能如棉了的，但是看起来就会碎碎的那个样子。对，但是那个的口感是我们自己是最喜欢，可是呈现给客人的时候又会。对，就会很难去抉择。对。咁，剩下你这个呢？你这个最好的哪样？杭州牛的披萨。杭州牛的披萨怎么样呢？因为酸酸甜甜。咁问题，像什么来讲的话，无得讲其他的一啲全店来讲的话，最多人点的是哪样？也是咸猪肉。也是咸猪肉啊。可是他跟你会想到讲，贵体配来都有啲客家种地，会看到有啲客家米头的披萨。对，因为看到这个客家感觉有相关的。有相关，然后就会想点看来吃。咁从前家人来点餐的时候，伊会点的时候问过，怎么我有要口味，无路要口味适方来用的冇？有问过我自己来用的。按用的讲，就会比较特别，因为人家想到咸猪肉就是咸的，但是我们会加这个酱，就会吃起来跟它相。就是会有一些咸咸酸酸的感觉。
可是其实披萨变去台湾地步的时间嘛，因为因为当地的风情同当地的特色会有无同样的变化。休息下，我下一段节目我哋埋嗰度嗰精彩内容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段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内埔的草丛地的秘密披萨的主理人孙发，还有一人工我哋剩下嚟到嘅现场，同人分享讲，一定最好的口味系乜嘅？我就想问一下孙发哈，因为其实你当初在这样子一方面买地，一方面开始学做的时候，那可是你什么时候才开始卖出你的第一个披萨？我们开始卖出第一个披萨，其实是在一个大鹏湾的市集。那时候是我太太之前的老板在那边办活动，然后我们那时候问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试试看？然后我们就带着行动摇跟一个布置去现场去做贩售，然后顺便收集一下，这样子的披萨到底是卖不卖得出去，反应是怎么样？这样，对。那个时候的反应怎么样？那个时候的反应其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好，就是大部分都还是蛮正向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告诉他们，我们其实会在屏东的内埔开一家披萨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过来。对。可是一般来讲的话，点解现在的内埔人的地方来吃披萨人，一般来说都是家长带的小朋友吗？对，然后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会比较多人来吃。哦，那是披萨哈，还是讲我不提错，提给俺那种开杠？对，大部分都是来这边聊天，然后吃看，因为长辈比较下午比较有时间出来喝下午茶这样。哦，可是几多年我去这边真的都算是做一个几有限的一个活动啦哈。咁对你来讲的话，你这个有印象过什么事情吗？有一拜有定位20多个人。然后最后只有来8个人，然后我们原本前面都准备好要准备这20个人来用餐，这样变成8个人，然后后来只有点外带，就是我们白准备很多食材跟人力，这样子都浪费掉了。然后现场有些客人想要进来用餐也没办法来，就因为那20个人这样子被放鸽子了。会服内的吼，会服内。真是我服内，因为你这个人讲天的20倍，有人来到8的，好已经有10年都冇了。那问题，这个有讲原因吗？冇讲原因。就是来了之后才跟我们说他要改外带。对商家来说，其实是很困扰的事情啦，因为其实大概会预计说，今天可能原本会有20个人来，其实食材上面可能就会多少会有多准备一点。刚好想问一下，嗰種話見咩許多幾片，會發現那個明明有開，但是又冇辦法要去做。一般來說，回去的機會高不高？前陣子比較多人的話，就是有時候會賣完，然後有時候可能要後位30分鐘以上，這樣子大家可能就會選擇不吃。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能希望讲听 V 过后，还是去前面等过后咯？选听 V 过后。选听 V 过后，这样就不会扑空。哦，唔会嘛，同事嘛讲，即个嘛冇睇下，有时我哋女朋友你睇过睇，好，嗰时候睇个等的嘛，其实等的规法。像其实你刚刚有提到的话，就是说你是希望说未来这样子草丛的秘密披萨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品牌，应该说草丛是个品牌，未来可能是。说不定会秘密棉花棒，好秘密米奇梦也有可能了哈。但是你会希望说它会是一个算是餐饮跟顾客的互动的一种新的方式。那这部分有关于员工的训练这部分，你怎么去看待呢？其实，在开店之前，我也没有真的有带人的经验，我顶多就是在公司里面教一些我的后进一些专业上的知识。可是管理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来没有。但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摸索，我要怎么去教导这些员工做任何的事情。那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件事情只要有 SOP， 它其实没有那么难。所以我们开始慢慢的去建立那些 SOP， 然后让每个员工进来，所有的技能都会尽量的学会，这样子大家的工作能力就可以尽量的去做互补。目前我还是比较有点粗暴的方式去
让员工学习这一块。对对。没讲起 SOP 吼，以前的有的师长从头都讲 SOP 了哈，但是呢，真是都问员工，因为其实老板常常都会说 SOP， 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SOP 就是不在现场的人才会有 SOP 嘛哈。可是先从我念哦，你讲我做个 SOP 有问题吗？尤其係你即個以前咪有一啲係嗰種甚至研下軌道嘅披薩店咪做過，你先從說 SOP 會有問題嗎？有冇乜嘅問題啊？唔怕啦，可以講唔怕。有，因為新人比較會有問題，就是要照着 SOP， 因為他不知道要做什麼，他就要先按照老闆的規則走，就是要像是要煮什麼就要水分要先煮，然後再調。對，像煮飲料的話就要先量好水，然後再調。然後像老鳥的話，他們就會先準備好，其他都就緒好之後，等客人來再準備好，就沒有照 SOP 走。對。故說 SOP 來講的話，其實係一種算是我這麼詮釋啊，其實 SOP 其實是一個讓你去認識一個新的領域。最快的方式，对，好，因为这基本上在你还完全对这个领域完全不熟的时候，其实 SOP 其实就是你就是照步骤来，对，好，任何新人都可以很快的在最快速的一个状况之下上手。其实现场其实吧有几多可能要临时去应用的这些时节吧，像是有打翻或者是要外带的话，就会比较不好处理。临时要带水去，对啊。某那个东西，因为其实有生意呢，打翻这件事情应该每天都有嘛，几乎。对，打翻的话比较麻烦，因为要先看有没有烫伤，然后因为我们的桌子都是不好移动的，对，就会要拖地那些比较不方便。那现在来说的话，以现在员工来说的话，他是分内场外场吗？还是说其实都在外场？其实我们大部分员工会先从外场训练起，因为我们的外场的工作它是体力比较重，但是技巧比较少的。然后借由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内场是半开放式的，所以我现在的方式是说，让新的员工进来外场，然后观察内场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如果开始有兴趣了，就会开始往内场去移动。像陈轩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只是想说。把他，因为他一开始来跟我们说他是短期可以配合，但后来他其实学习态度蛮好的，他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站在内场，所以他就慢慢的把一些技能学进来，所以他现在其实也算是我们的主力。可是我对外场专业内场的一啲想法係乜嘅？你當初我想到講去內場學習咯，因為內場比較有趣啊，因為像做披薩就是比較活。像外场的话，端盘子要一直端盘子、收盘子，对。那内场的话，可以做披萨比较好玩，也可以试试看烤披萨，就看披萨原本一片，然後再變成烤好的樣子，蠻有趣的。從以前嘅工作嚟講，大部分係外場吧。好，嗰時其實也有啲機會可以去本去到內場認識對啲面皮嘅啲發酵，然後用去行得出來，然後變嗰啲皮料嘅。嗰時突然講內場嗰時，其實我學習咗好多製作嘅方法。可以學到一些廚房才學得到的，像是如果我在外場的話，我們就看不到那個披薩原本烤的時候是圓圓白白的，後來它會變成這樣子。對，沒有做過的話就不知道。那以現在來說的話，人員的分布大概是怎樣的一個分配方式？人員的話，我們其實還是會看假日或平日，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看，因為上午的人數跟下午的客流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還是會根據前一期的營業狀態去分配這些人員。咁近間咯，因為其實近間即個嘛對外場慢慢的做內場嘛哈。按對未來有乜嘅想法？希望可以先學會烤披薩，然後老闆有機會的話可以去外面擺市集。對，就是讓我們自己當老闆看看。可是現在還會有擺市集嗎？現在比較少，因為我們現在還是想要把焦點放在店裡面，然後讓我的團隊是穩定的。對，其實在鄉下的人力它非常不好找，就是我找到足夠的人去幫我做這些事情，但是
训练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的让人员是越来越精简，但是能力是很好的这样子。对，如果希望讲他看你如黑一个在一个非常好训练的状态之下，然后可以去为顾客做最好的服务啦。那对于未来呢，有没有什么想法？目前的话，我们还是会去多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老屋，因为我太太对老屋改造还是很有兴趣的。然后服务的部分就如同我第一段提到的这样，就是会做其他不同的餐饮的题目。那同时呢，因为有很多客人反映他们想要做披萨的 DIY， 我们还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小班制的披萨 DIY， 让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大人也好，他们可以了解一下披萨。可以怎么去做手工开皮啊，然后撒料，甚至是烤成品，这样让他们有一些成就感。目前大概会是这样子规划。可是我看到讲，其实甜女皮的地方嘛，可能会变成轨道，也算是一种创新产业的一个发展体哦。因为其实嗰种有想法的话，像上海的地方嘛，贵适合去皮哦，这个产业。今日感谢两位来到现场分享安精彩故事。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下我再停喺現場來看影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